那，把你买回来。对啊，就车徛咧就到遮。哦，那呢？要做伙去食早顿。好啊，我请。好。你也笑啥？我本来就是你会拣较贵的餐厅。无啊，我较介意哈那寿司。来，这盘哈拉寿司吼是三味素的，后摆嘛恁两个来吼，会迄着啥？也毋过咱两个家坐来才有哦。好，大家用吼。好，多谢。好。你先下肉是菜？肉。先下肉吼，来。啊，冰箱阁有我拄则转去树过来的海产。海产，所长明明。迄个海产毋是你昨仔买？哎呀，我一人食袂起，大家做伙食。啊，干嘛咧？干嘛迄边啊？等者分分的。歹势，就问一下，伊想要知影，你哪会知伊有去买海产，阁有柑仔？
为阮昨昏讲着，啥物时阵？伫倒？敢若恁两个？啊是见面讲还是电话讲？就迄个。头拄啊，伫咧外口的时阵拄着的，就咱两个当面讲的。啊，你问较济是要创啥？这新闻哟。外口当面讲的啦，无聊。啊，毋过一个人拍皮单，足忝的呢。皮单敢是即批拢同怀回。后摆我去甲你斗相共啊。我 OK 啊，你确定？其实你毋免逐工打电话给我，啥物意思啊？我已经大大惯是一个人大。你昨晚多谢你逐工打电话给我，甲我开讲。所以拍面床单是要搭上我的意思哟。后摆换我打电话给你。就若你需要有人甲你斗拍面床单的事。面床单毋免逐工拍呢。也是讲你无介好的事。好啊。你连工你甲金叔祥做伙食饭无？嗯。